我哋而家生活喺歷史上其中一個最互聯嘅時代，我哋身邊所有嘢都變得越嚟越智能，人工智能、智能家居、成日開住嘅裝置，生活變得快咗好多，更加方便，更加互聯。但係當呢啲進步發生緊嘅時候，其實仲有啲冇靜靜地喺我哋身邊滋長緊，佢係無形嘅、無聲嘅，而且無處不在。而家 EMD 100用咗一個專利指標叫做 AEI， 全名係環境電煙指數。你可以當佢係一個簡單嘅視覺指引，由綠色到黃色、橙色，再到紅色區域。每一種顏色都代表你環境入邊唔同程度嘅電煙。係一旦你見到呢，你就會開始意識到原來身邊有咁多污染。而家我哋一齊睇下實時會發生咩事。佢用 M+ 嘅時候，你會清楚見到 EMD 107度嘅 AEI 指數好高。喺我部手提電腦、平板同埋智能電話上面都係咁。而家咧，我哋開住 M+，留心睇住 M+ 一開住和諧指示燈，即刻由紅色轉向做綠色。呢個就代表咧 M+ 開動嘅時候，環境變得更加和諧。同時 AEI 指數咧都跌咗落去綠色區域。咁所以 M+ 就成為你可以擁有其中一個最強大嘅個人保護裝置。